係咪成日都有人同你講啊？話珠海隔離嘅坦洲，你哋千祈唔好買，買咗咧就一定後悔。寧願買珠海一張床，你都唔好買坦洲一套房。嗱，其實咧身邊咧我都有唔少嘅珠海中介同行啦，都喺度唱衰緊坦洲嘅。其實到底係為咩咧？坦洲係咪真係咁差咧？係咪真係咁唔值得大家去選擇咧？嗱，今日咧我哋就唔講虛嘅，攞真實嘅現狀，攞真實嘅數據，實打實咁樣講清楚。咁如果話你最近準備喺坦洲睇樓或者準備入手嘅朋友咧，睇完呢個視頻咧，你就知道坦洲到底適唔適合你啦。嗱，廢話唔多講，下邊我哋直接數據入正題。嗱，首先坦洲咧，佢係屬於中山最南部一個鎮區啦。成個中山咧，一共係有24個鎮區啊。咁總人口咧係441萬。咁人口排名第2嘅咧就係坦洲啦，足咧有成將近40萬人嘅。咁但係咧本地嘅原住民咧就唔係好多，都係5萬左右嘅啫。咁剩低有30幾萬咧，基本上都係外來嘅人口啦。咁大多數咧其實都係喺珠海返工啦，或者係呢2年開通咗港車北上、澳車北上啦，都有唔少香港同埋澳門嘅朋友嘅。咁如果話你打算喺珠海買樓，一旦有呢個想法咧，你係絕對要唔可以坦洲買樓呢個話題嘅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坦洲佢嘅地段咧就係佢嘅最大嘅優勢啦。咁坦洲佢嘅東邊啊、南邊同埋西邊咧，可以咁講都係俾珠海所包圍嘅。咁特別咧係佢嘅東南邊啊，距離珠海嘅上涌啊、前山啊、南屏啊呢啲地方都係一個交界位置嘅啫。咁有啲樓盤咧可以咁講，真係行路過去就係珠海啦。咁坦洲啊，距離拱北口岸咧，其實最近嘅地方咧都係7公里左右嘅啫，開車啊亦都係10零分鐘啊可以到噶啦。咁其實可以咁講啊，雖然話你係住喺坦洲啊，但係咧佢出門咧就係珠海嚟噶啦，可以講係無縫對接一個地方嚟嘅。咁去到珠海市區嘅通勤咧，係比珠海啊好多嘅區咧，比如話唐家、斗門、金灣呢啲地方咧都要近好多嘅。咁下邊咧再嚟講下大家所關心嘅樓價啦。嗱，其實珠海市區咧係冇咩新地係可以開發樓盤噶啦。咁珠海市區香洲啊，好少少嘅樓盤咧，質素高啲，基本上都要2、3萬蚊嘅。好少少嘅豪宅咧，基本上要衝到4、5萬蚊一平方嘅。咁坦洲嘅樓價對比珠海市區嚟講咧，基本上咧亦都可以講係3到5折嘅價啦。嗱，下邊咧詳細講下坦洲佢嘅樓價分佈啦。坦洲啦係分南部啦同埋北部2大片區啊。咁靠近珠海嘅南部核心地段啦，除咗話有2個好少少嘅豪宅賣到13,000到16,000之間啦，其他大部分嘅樓盤咧普遍都係1萬蚊左右嘅啫。咁係連珠海市區咧一半嘅價都冇嘅。咁坦洲北邊咧係因為佢嘅樓盤咧相對嚟講係比較分散啲啦，人氣咧相對嚟講係冇咁集中啊。咁佢嘅樓價咧會更加之平嘅。咁啊7,000幾到1萬蚊之間咧，其實都係有得選擇嘅。嗱，呢個單價咧僅僅係珠海樓價嘅1/3嘅啫。咁既然我講到坦洲嘅地段咁好，價格咁平，點解一直俾咁多珠海中介同行去吐槽佢話唔可以買咧？咁其實咧呢樣嘢咧係因為坦洲咧佢早些年咧即係10幾年前啊，都係靠農業同埋工業去發展嘅。咁後邊咧係緊挨住珠海呢個地理優勢啦，佢嘅樓價咧相對嚟講係比較平啊。咁10幾年前講緊珠海買套樓咧，單價都要萬幾蚊嘅。咁啊，坦洲咧以前就4、5千蚊，咁啊對比咧差價咧都有成2、3倍嘅。咁啊，所以咧當時咧就比較多喺珠海返工嘅人啦，去坦洲買樓嘅。講真啊，都唔係話個個人接受得到珠海咁高樓價噶嘛。咁啊10幾年前大家咩工資都知噶啦，係咪先？咁就係因為坦洲佢本身樓價性價比係比較高啦，咁當時咧係湧入咗大量嘅居住嘅人群嘅，咁一時之間講真嘅，佢嘅交通咧係相對嚟講比較擁堵啦，咁學校啊、醫院啊呢啲生活配套咧確實係跟唔上嘅，咁加上咧早幾年嘅規劃咧確實係比較落後啲嘅，喺珠海咧你去到坦洲咧落差感確實係比較大，咁雖然話係一路之隔啦，但係咧你從珠海去到坦洲咧就好似城市去到農村一樣嘅。咁但係咧，今時唔同往日啦，時代咧都喺度發展緊，人咧都喺度進步啊嘛，係咪先？咁隨住啊大灣區呢個發展風口咧，坦洲啊呢幾年借住佢嘅地理優勢咧，成個鎮咧可以話係飛速發展嘅。咁坦洲快線啊、坦洲大道同埋香海高速咧係陸續通車噶啦。咁開通咗呢啲交通要道之後咧，係大大縮短咗到珠海啦、到澳門嘅距離噶。咁加上咧，坦洲優越城商圈啦都開業咗有好幾年啦。你去現場嗰度睇下就知啦，基本上咧每日都係人滿為患嘅，人氣咧亦都係比較旺嘅。嗱，咁講翻句真心話啦，
其實手裏邊你如果有200-300萬嘅預算咧，直接買珠海市區就得啦。咁如果話真係100萬左右嘅話咧，又想入手一套離珠海比較近、離關口比較近嘅話咧，又想揀一個大盤改善嘅居住環境咧，其實可以接受到坦洲呢個片區嘅環境現狀嘅話咧，坦洲嘅性價比真係幾高嘅。咁如果話你依家喺度糾結緊啊，坦洲到底適唔適合入手咧，可以隨時問我傾下嘅。咁我最後咧係整理咗所有坦洲樓盤嘅詳細資料啦，包括佢嘅優點啊、缺點嘅測評同埋一個現狀分析，包括開發商嘅底價嘅。咁想要呢份資料嘅朋友咧，可以直接留言坦洲呢2個字啦，我免費發送俾你哋參考。OK， 我係伊凡，關注我，珠海一個敢講真話嘅地產佬。